假好似就嚟到啦，時間過得真係快。係啊，我好期待啊，想快啲嚟。你暑假呢有咩計劃？可能會安排一次旅行。旅行？好好啊，你就好啦。暑假去邊度都得，最緊要呢係玩得開心。冇錯啊，我鍾意坐車睇風景，好舒服㗎，仲可以住唔同嘅酒店。係啊，嗰種感覺呢，一定覺得好新奇。我鍾意同屋企人去旅行，因為可以一直傾偈。係啊，就算係喺附近玩，同屋企人一齊嘅感覺就係唔一樣。等你計劃好，再同我講你要去邊度探險啦。旅行嘅手語係乜嘢？旅行，旅行。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